三小姐，平时我踮咧相府内面啊，看到你啊，你就闪跳。今仔日这个机会，员工上介好，我绝对袂白白来信。啊，你答应我好不？我秋霞，你想，哎，放手，放手，你好，三小姐，你答应我好。三小姐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，你答应。哎，哇，对啊。你打吧你。好，在。你爱。小姐，你有受惊无？稍等下。像你这个年龄，早就已经嫁恁二姐夫啊！啊，你是打算当时才要嫁啊？二姐，你若忽然间问起这样代志咧，哎呦，我安尼讲嘛是为你好。像阿爹已经为着你哦，选婿几啊摆啊，你若唔是嫌人人品无好，就是嫌人学问无好。你若要安尼拣来拣去哦，会去耽误着你的终身，你知影无？三妹，二妹讲的话也实在真有道理。这件代志，请恕小妹，无法度通我互你这个儿子。三妹，你啊，二妹，你也免生气，你无怪三妹伊唔答应，婚姻的代志，恁也用用面子来伫咧决定呢。哎呀，大姐啊，人李昌虽然是讲较会好是表兄弟，也毋过人因为感情就较像亲兄弟同款。我若是无法度靠近三妹讲嫁互李昌哦，为何一定会怪我啦？二姐。总袂用为着你人仔某的福报，就无顾小妹终身幸福啊！啥物啊？人你想算的嘛是富家的公主呢，无你计是咧有啥物唔好？我是倒要无你顾虑你的终身啦。好咯好咯，二妹，
但咱是出来烧香下关的，唔通为着这件代志伫咧冤家。哦，大姐啊，你都唔知影，小妹讲话是足气人的啦。我虽然讲我安尼做是讲为着要互魏好欢喜，也毋过事实上我嘛是咧替伊想的。好啊啦，莫搁再讲起这件代志。哼！啊，对啦，听人讲自婚时的后花是足出名的，咱既然甲来遮，咱就来去看一下后花咧。妹妹，行，来去吼，行嘛。哼！三妹，啊，行，来去看后花啊。大姐，我无想要看，我足忝的，要无恁去看就好啦。无阮念的就转啦。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后尾吼，迄老爷若提起讲吼，要甲你选菜的代志吼，你都要甲伊答应呢。你若是甲伊答应起来吼，迄个表少爷，伊对你就会死心了嘛。死查某仔，莫袂讲。拄讲这都嘛是真实的。小姐，迄个表少爷吼，看到我咧讨厌死。伊若看到你的时阵啊，迄目睭拢安尼过来过去，伊一直咧甲你看，看了就切。春兰，我想讲要休困一下，你敢毋是有甲我讲你要下一个啊愿？去啊！对对对，我来去吼。是。小姐，三小姐，你哪会来遮？三小姐，我来遮无别项意思啦，我是只有要求你答应婚事。你赶我出去！三小姐，只要你点一下头答应这件代志，我一定马上就做。李强，我是看到阮李姊夫的面子，才会叫你一声李表哥，你唔通误会意思。三小姐，既然你会晓讲这种话，你哪无爱答应着李匹夫的面子来答应这件婚事呢？哼！三小姐，三小姐，三小姐。平时我踮咧相府内面呐，看到你啊，你就闪避。今仔日这个机会，员讲上介好，我绝对袂白白来信。你答应我好？我臭啥？你想？你答应。放手！你答应。你来啊！三小姐，你答应我好？三小姐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，你答应。哎，哇，对啊。你打吧你。好，在。你爱。
小姐，你有受惊无？小等下。小姐，你是在讲可笑什么？我是讲，亲像世上讲，这么知影救上一个人，却必须要为三餐落苦，袂当专心读书，实在真可惜。表兄啊，你路啊，表兄，这人就是这个小囝，伊喜欢着三小姐不要紧哦。我加阿拍啦，就是这个啦，啊！喂呀，喂呀！贤弟，你还要伫这所在随便泡人呢？大哥，伊啊！好啊，一切代志唔免讲无人知影。左太人，请你赦免病症。史上讲，本来是病症甲烧油站在这个所在，无意今仔日会来发生着一款的风波出来，请你我来赦免病。贤弟。